中西區匯聚中西文化，貫通古今，坐擁唔少古蹟同埋標誌性嘅景點，深受本地、內地同埋海外旅客歡迎，係大家必到之處。中西區嘅青年佔區內人口30%，我哋會致力推動青年發展，創造機會，搭建平台，俾我哋嘅青年人發揮潛能，盡展所長。2025年立法會換屆選舉需要你嘅參與。12月7日齊投票，投入選舉，共創未來。南區位於香港島嘅南部，處處依山臨海，風景優美，亦係一個糅合歷史文化、藝術同創新科技氛圍嘅社區。點樣更好善用南區豐富嘅旅遊資源，以及未來南港島線西段擴建香港仔避風塘去發展遊艇經濟、重建公營房屋等呢啲大型嘅發展，都係立法會關注嘅議題。各位南區嘅朋友，12月7號去投票，選出能代表你聲音嘅立法會議員，建設更美好嘅南區。新一屆立法會需要由你哋一齊選出嘅代表，反映民情區需，令政府未來嘅政策措施持續到位，大家更安居樂業。所以12月7號立法會換屆選舉，大家一定要投票，盡公民責任，為香港、為東區嘅未來出一分力。灣仔區係零售、餐飲同旅遊熱點，每日有大量嘅市民同埋遊客到訪。我哋持續關注民生、交通同埋經濟議題，以及區內多個持續發展項目嘅進展。各位灣仔區嘅朋友，12月7號投票日，約定你選出代表你嘅立法會議員。12月7號，12月7號，12月7號，12月7號投票日，約定你，到時見。